媒体，分裂台湾。你们绝对不会播这样子，就是有劳各位大家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我这边跟你道歉了，有劳各位大家，这么多人来，哇塞，赖清德你才应该跟我道歉，他说要我道歉，他不是笨蛋就是混蛋，就听到人家讲说杨志阳说蓝营的意思就要开除，他根本没有从头看到底啊，这么大阵仗，有什么指教？我们一定要拥护陈时中啊，因为他垮了。那整个疫情指挥中心垮了，那非常糟糕。因为照这个法令应该是苏贞昌来担任指挥官，总指挥。他当总指挥，台湾一定完蛋。那我也这个感谢媒体就用那个2个字，蓝营的要开除，这就包括你们在座的媒体，今天如果是3立的，还有民视的，就滚出去算了。太逊了！我们台湾需要这么多的对立吗？那我今天又再讲一次啊，赖清德你才应该跟我道歉。他说要我道歉，他不是笨蛋就是混蛋。你们再播一次，因为呢，他为什么是笨蛋呢？就听到人家讲说杨志阳说蓝营的意思就要开除，他根本没有从头看到底啊，对不对？在座的一定有那些媒体，就是做这种事的烂媒体，分裂台湾。你们绝对不会播这样子。因为你们就是这个专门拿政府的这个庞大的预算去做梗图、做这个1450的，你们在座一定有。那如果他把这个整段我的话都看完了，还说我要道歉，那他是混蛋，他不是笨蛋就是混蛋，混蛋比笨蛋还糟糕。我很谢谢这位朋友，这些朋友应该做一件事。应该讲说，杨先生，你要把口罩戴好戴满。我觉得我应该把口罩戴满。那我要抱怨一下，因为接记者的电话太多，然后记者常常说，你讲不清楚，所以把它拉下来一点。我旁边是没有人的，是有 social distance 的，照规定该罚就罚，对不对？那你看陈时中自己讲漏了，他还不要罚。那人家筛检都要申请，然后他自己是不是他应该掏一下7000块出来？他筛了2次，对不对？我觉得陈时中累了嘛，对不对？那他偶尔露出来说是这个是误逃，对不对？那他自己要不要先罚一下嘛？我们的总统呢是统派，他天天在分裂台湾，他心中没有人民，我就跟你讲。他心中没有人民。